继续来看新北市运动中心升级，市长侯友宜担任着一日的店长，甲主持人吴凤做伙来介绍着馆内各项的新措施。侯市长讲，目标是4年至少要成立16个点，要让市民有更加多元的运动环境。很好，再上来。 新北市长侯友宜对教练做伙练身体，也佮甲身边的主持人吴凤聊健身。侯友宜担任一日店长，亲自介绍馆内各项的运动服务。这4年内，我要盖16座的新北运动祭典。第一个馆非常有意思，它是为长跑者、为很多爱好跑步的人来做训练的。 新林跑场棒球馆以打造跑者第2个家为经营的理念，内面有体适能中心、韵律教室、飞轮教室，上中结合着健康轻食，和侯市长真懊恼。还有一项其他的运动场馆没有的运动轻食，跑完以后你还可以享受一顿。运动完之后可以马上吃这个轻食的东西，可以迅速的补充你的营养。 馆内也会引进第1台运动风险检测仪器，检测了后由教练开出运动的处方，再佮加上训练课程，打造出更加多元的新北运动据点。